手機就難搞，手機你一定要揾個手架咧咁樣睇嘅。係啊，咁樣睇好啲，即係你嘅手攰啦，譬如你揾水平線啊，喺呢個視啊，所以因為你個頭咧長期咧撲前咧，你對你條頸咧個影響就好大。教一個方法俾大家啦，即係咁多人耷頭就你瞓張床木板嘅，或者喺個地10分鐘到嘅啫。你瞓喺度，隻腳曲埋啦，個隻腳曲起，但係咧你冇枕頭嘅喎，瞓平咗咧，個下巴咧輕輕幾將近掂到個後屈嗰度，就咁瞓喺度，放鬆晒個人。咁啊諗住個嗡音咯，嗡一輪啊，放鬆晒。咁你嗰個頸椎嗰度咧少汗嘅咧，佢慢慢會平翻晒。瞓10分鐘到，聽下首音樂咁咪起身咯。未來10年咧、20年咧，好多人個頸咧到咗年紀大之後會有事嘅嚇。咁啊，好簡單啫嚇。咁啊，博士啊，大家睇下嚇，跟足照做得㗎啦。